仁愛、忍耐、恩慈、和平、良善、喜樂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早晨，早晨。每個禮拜日，爺爺都會帶我返教會㗎。我會排好陣，等啲朋友返嚟。我哋要開始敬拜啦！坐好準備。哇！我哋嘅出席記錄啦，大家一齊準備唱詩歌。佢誕生點樣帶俾我哋一個好嘅消息咧？少少嘢。我哋會一齊玩遊戲。我哋一齊讀聖經，仲會一齊做手工。我哋你都食咗咧？你嘅 ice cream。小朋友2歲就開始返教會，2歲半咧就開始上主日學啦。小朋友幼稚園就開始返教會啦。我哋啲小朋友咧一出世差唔多滿咗月就捧佢翻嚟噶啦，咁啊到細個咧爬嚟爬去都帶佢翻嚟嘅，咁所以應該係好細個就帶佢翻教會噶啦。我有2個小朋友，2個小朋友咧都喺幼稚園嘅時候就返教會啦。小朋友2歲半開始返教會啦，而家小1啦，咁上上下下都有6年啦。小朋友返咗教會4年左右。以前呢，我就帶我啲小朋友返，而家呢，我就帶我啲嘅孫返。我細仔咧就返咗6、7年，而我大女咧而家中學啦，咁所以都有返咗10幾年啦。哦，因為佢係獨仔啦，咁佢返教會咧就好開心喎，咁啊識到好多嘅朋友。同埋咧最緊要咧係喺主日學當中咧有詩班啦，有即係唱詩，同埋咧有講故事、聖經故事咧，咁就教到佢咧好好嘅良好嘅品德啊，好重要啊！對於小朋友嚟講。因為我本身自己返開教會，咁我又好想佢咧能夠可以喺教會入邊認識唔同嘅朋友仔啦，同埋佢可以喺教會入邊咧去聽神嘅話語，令到佢嘅品格可能例如誠實啊、有禮貌啊呢啲嘅品德咧會更加好。因為我哋自己從小咧都係返教會啦，咁我哋梗係將啲好嘅嘢帶俾我啲仔女啊，帶俾我啲孫啊嘛。因為父母梗係將啲好嘢俾佢，做爺爺嫲嫲更加將啲好嘢帶俾啲孫啦，係咪？因為如果我哋覺得信耶穌好，梗係將啲好嘅嘢帶佢翻嚟，等佢認識主耶穌基督噶嘛。喺教會裏邊咧有一班好有愛心嘅導師同佢做活動，所以咧佢哋翻完教會之後咧，我嘅細仔咧有陣時會同我分享喺教會唱嘅詩歌或者金句嘅。而我個大女咧，佢去到兒童之後咧，到中學咧佢就去青年崇拜啦。咁咧有陣時喺學校裏邊咧有啲發生唔開心嘅事啦，或者佢有一啲學業問題咧，佢都會請教教會嘅導師嘅。所以我咧好放心將我2個細路仔咧放喺教會裏邊嘅。各位街坊大家好。作為爸爸媽媽，我哋每日都圍住子女氹氹轉，我哋又要送返學，又要接放學，放咗工都要幫佢哋睇功課、溫默書測驗，面對考試就更加啦。究竟小朋友嘅壓力大啊，定係父母嘅壓力大？我相信就算數學係1級榮譽畢業生，佢哋都計唔清楚。父母不時都會因為即係子女嘅安排，無論佢哋有課餘活動啦，又或者佢哋生活升級試咁樣，都會產生出現唔同嘅即係睇法，甚至乎有啲摩擦，破壞咗大家嘅關係，咁樣對父母唔好，對子女都唔好。呢一啲情況其實絕對係可以避免嘅，只要我哋有翻多啲嘅私人空間，我哋有翻一啲自己嘅時間，好好嘅溝通處理呢一啲問題，必定可以迎刃而解。伯特利教會榮光堂，我哋希望可以陪伴
父母一同嘅走呢一段嘅事，即係呢段路。我哋期望即係父母可以將仔女喺星期日嘅上晝帶嚟教會，交俾我哋專職同事負責，可以照顧同埋可以去帶領佢哋，陪伴佢哋。教會唔會收費，更加唔好擔心有人會即係勉強你哋留低聽耶穌。我哋只係希望父母可以有一段時間可以有一個 break， 佢哋可以自己去休息下啦，瞓晏啲，甚至乎夫婦可以食下早餐，分享下自己日常嘅困難，處理下一啲平時冇時間處理嘅問題。大家先放低你哋嘅擔心，你哋可能行前一步就可以幫助你哋走出而家嘅困境。多謝大家。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